上帝，搁一届礼拜堂中间来敬拜伊，享受咱好的天气，互咱用热切的心来到圣殿来敬拜伊。我这时邀请咱兄弟姊妹安静家己的心，互咱陪伴来做今仔日的礼拜。咱每一个人伫主的面前，咱领受伊满满的恩典甲祝福。咱伫教会中间也有侪侪无同款的服侍，感谢上帝帮助咱，互咱会当认捌伊，互咱会当伫教会中间甲兄弟姊妹做伙来服侍，做伙来成全信徒，来互咱的教会得到用助。我只是邀请兄弟姊妹，咱做伙来唱一首诗，我相信。我相信耶稣是我的好朋友，伊舍己将永远我命来受死。我相信伊爸是我的阿爸爸，因是在疼我，伊用慈悲款待我。我相信，相信是我的安慰者，伊是靠温柔的同在来感谢。我相信，是命将我美好计划，伊一相随，我要一生稳定。我相信，我相信，心可以有福气，选择这上好的道路无偏离。我相信，我相信，上帝恩恩拢是真，耶稣陪伴我一路行走，永远袂离开我。我相信，信心是我的安慰者，伊是靠温柔的同在来感谢。我相信，是命将我美好计划，伊一相随，我要一生稳定。我相信，我相信，心可以有福气，选择这上好的道路无偏离。我相信，我相信，上帝恩恩拢是真，耶稣陪伴我一路行走，永远袂离开我。我相信。
相信，我相信，伊就是阿爸爸，伊看我做无悔。我相信，我相信，上听我。背包来跋倒，总是上帝清楚，互咱知，咱是伊的宝贝囝，伊要看咱做宝贝。我邀请兄弟姊妹为着咱家己的心来祈祷，恳求上帝来帮助咱，通过我靠伊，通过相信伊，来互咱得到帮助。咱大家开声，做伙来祈祷，主耶稣。谦卑来到你的面前，感谢阮的生命道路坎坷，有多困难，总是阮知，你一直拢伫阮的身躯边。有时阮常常袂当明白，阮为虾米要拄到这种重担，总是阮相信，你一直牵阮的手，你要替阮刷开大山甲大海。你的话，互阮清楚，你听阮永远袂改变。主，你也保守阮的心怀意念。我们伫这大声来宣告，主耶稣，你一直拢伫阮的身躯边，我们永远抓牢你的双手无放。阮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刷接。我也为着，咱也为着咱家己的服侍来祈祷。感谢上帝，互咱因为人万意，互咱进入教会中间来服侍。总是咱每一个兄弟姊妹，伫无共款的服侍顶面，你有热情来服侍，总是咱会拄着服侍的时阵。有着困难，互咱有时会软者、疲劳亚身，求上帝帮助咱，互咱通过我可以，互咱伫服侍中间来定心得到快乐。咱做伙开声来祈祷，亲爱的天父，我感谢你，互阮有机会来服侍你，主啊，求你刚强阮的心。用坚定的信心来服侍你，主当阮疲劳亚身的时阵，求你互阮定心得到快乐。主求你也教示阮，伫侪事、小事顶面来忠心，伫大事顶面来信心。主愿阮一生成做你忠信的见证。求你互阮每一个人。照所得的恩赐来服侍你，做上帝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按照上帝所赐的快乐来服侍。过一届，求你帮助阮伫服侍中间经验稳定、快乐甲丰盛，愿阮的服侍得到你的欢喜，伊在靠要算命求，阿门。相信是我的安慰者，你是强温柔的同在来感谢。我相信是命中我的好计划，一直相随，我要一生跟随。我相信。
我相信上帝恩阮拢是真，耶稣陪伴我一路行走，永远袂离开我。我相信，还是咱做伙起立。我相信，我相信，伊就是阿爸爸，伊看我做宝贝。我相信，我相信，上听我的就是阿爸爸，伊听我做宝贝。这时候，邀请弟兄姐妹为今天的礼拜，还有今天长子选举来祷告。当我们迈向50喜年的时候，我们需要更多的服事同工，我们需要更多委身的同工。求神亲自掌权在今天的礼拜，还有长子选举当中，愿神的旨意降临在这个地方。愿神的圣灵帮助我们，开启我们的眼，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今天的礼拜，在我们今天的长子选举得蒙神的喜悦。我们大家开口一起为今天的祷告。阿爸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赐给我们今天最美好的主日，让我们能带着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敬拜。我们为今天的聚会来祷告，主求你保守我们所唱的诗歌、所做的祷告，以及今天讲到的内容都能够蒙你来悦纳，主啊，并成为我们每一个人信仰的造就。主求你赐福今天的讲台，让夏牧师所传讲的信息能够感动每一位弟兄姐妹。今天是长子选举的日子，求主圣灵亲自掌权，使我们能顺利选出合你使用的长子，在未来的服事当中，一起努力建造健康的教会。好吧，父神，我们相信，无论是否当选长子，每一位长子的候选人，他们愿意服侍你的心是真诚热切的。我们也深信，在教会有更多服侍的同工，因着恩赐服侍，分布在每一个团队与牧区当中，一起来成全信徒，使百体健壮。主，恳求你使用每一个人，赐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愿意为神服侍，并愿意委身的心志，成为你所喜悦的器皿。我们在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主，我来到你座前，全心向你献上我所有，毫无保留地将我自己献给你，渴望你能充满我的心。主，我来到你座前，献上我这一生尽所有，悦纳我的生命，献上活祭，渴慕你拥有我全人全心。求你来使用我，让我用我生命敬拜你，荣耀你，成为你的器皿。我愿这一生都为你歌唱到
献上我这一生尽所有，愿你悦纳我的生命，献上我尽，用你用我全人全心。主，你是何等的伟大！我们要歌颂你的名，诸天都要述说你的荣耀，穹苍都要传扬你奇妙的作为。愿一切的荣耀、尊贵、权柄和能力都归于你。诸天述说天父的荣耀，穹苍传扬奇妙的作为，张开双手，万物的宝珠，万口承认你是我们的神。圣殿充满荣耀，万民敬拜全能的神，我们尊崇你，圣洁荣耀。
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神坐在宝座上，神殿充满荣耀，万民敬拜全能的神。我们尊崇你，圣洁荣耀尊贵能力都归于你说话，天地就地；你吹气，就得生命，万物齐唱，哈利路亚！神在，神在，神在。你说吧，命里就你吹气，就得生命，万物齐唱，哈利路亚！神在，神在，神在。我们的神，我们的神，坐在宝座上，神殿充满荣耀，万民敬拜全能的神。我们尊崇你，圣洁荣耀尊贵能力都归于你。我们的神坐在宝座上，神殿充满荣耀，万民敬拜全能的神。我们尊崇你，圣洁荣耀尊贵能力都归于你。圣洁荣耀尊贵能力都归于你。咱就唱圣诗18首。我亲我的兄弟，自然应我的背，你的马萨卡林下，我乐意多主命，求我残横追抓，英雄大海关霜。天命一大万年英更，仁爱公义交争。我亲我的兄弟，世间情人的背，空中背教饮食之下，何乐一挂出名。天之朝不齐齐，安徽归去给谁？夜更就来，凉风吹来，风起大人来。我亲我的兄弟，你也不对这个。虽然败大暂时中兴，公义
悲疼人的主上帝，感谢你赏赐阮这个属天的福分，阮是你所拣选、你所呼召，伫你圣国做伙行天路、拍拼传福音，为主做工，上帝你的百姓。感谢你，予阮伫今早起你的圣日，阮无受阻挡，来到你主你的面前。阮也有伫线顶，甲阮做伙同敬拜的兄弟，愿拢献上满满的感恩，因为这是你创造阮，予阮甲你亲近上美好的时刻。所以，阮用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用阿乐祈祷，用领受你的话语，诚做阮生命的美粮。主，阮感谢你，今仔日阮富强教会要举行临时会员好会。是要照主你的教示，阮来推选上帝你下用的器具同工，做伙来为着教会的成长、福音的传扬，做伙来拍拼，做伙来努力，做伙来服侍。阮感谢你，愿这个会对头到尾有上帝你美好的引带，愿这个敬拜归荣光的上帝。亲爱的父神，感谢你，我们今天能够2堂礼拜，弟兄姐妹不同语言的敬拜，但是融为一体，在这边同心合一，献上我们的敬拜、祷告、祈求，以及领受神的话语。感谢主，愿这个礼拜是见证合一的礼拜，这个礼拜是看见神在我们当中圣灵动工美好的见证。愿神赐福今天我们在你面前所摆上的，愿神接纳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愿神与每一位参与的弟兄姐妹同在，让我们知道你的圣灵的动工、你的启示、你的教导，就是我们生命最美好的指标。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兄弟姊妹，咱永远徛伫，咱要做伙来纪念使徒信经。我们如果习惯用台语或华语，我们就以同心来念。预备来，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应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告活，上天打坐伫上帝大名，预备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道的教会，圣徒的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感谢主，请坐。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伫咱煞接下面的礼拜听书，牧师搁一遍代表教会欢迎我们2堂礼拜华语甲台语，兄弟拢做伙组织伫遮。咱前半段咱咧照礼拜听书来进行咱奉献了后，咱要来举行临时会员和会因为2堂礼拜弟兄姐妹同时进来在会场，虽然位置够，但是可能跟我们坐的地方有一点不习惯所以大家稍微配合一下我们前面呢最好的摇滚区的座位还有位置请大家不要客气从第一排开始坐都没问题愿今天的敬拜蒙神的恩典跟悦纳每一个弟兄姐妹都一起参与感谢主，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诗会。这是咱做伙来起启文第5篇，诗篇第8篇，这是由我来起，会众来译。上主，阮的主啊，称赞你的声透到天顶。你去做要塞，封闭敌人。看到你亲手创造的天，人算什么？你要向你关心。你创造人，互伊比天使小可较低。你指派伊管理你亲手创造的万物。
一切的羊甲牛，空中的飞鸟，上主，阮的主啊，你的位啊，丰满全地。只是按这位阿头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我满心感谢俄罗你。伫过去的一礼拜，感谢你的保守甲看顾，我会当伫遮来到你的圣殿当中，用平安、喜乐、甲敬虔的心来礼拜，来学了你的名。主啊，我求你只是来到阮每一个人的心内，安静阮的心，阮学习完全的顺服。求你看顾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用祈祷、用信息，阮真正会当得到完全的平安甲安慰。我嘛为着即礼拜的会员临时和会甲中职的解说来献上祈祷。感谢你兴起偌济优秀的会友，会当顺服接受即个使命，投入中职的受选。也感谢你赐下合一的灵伫阮当中，互每一届中职的解说，拢会当阮富强教会感受到主你奇妙的恩典。虽然选举有当选名额的限制，毋过阮确实每一位受选的会友，每一位投票的兄弟姊妹，阮拢是心存谦卑甲感恩，为着教会的事工来努力，为着福音继续向前跑走。只是我嘛为着感恩节奉献的主日，在月份福音主日的讲座、事工的研讨会、幸福小组，甲12月14号安尼洗礼甲受洗的即个仪式，圣诞节甲50禧年相关的活动，我嘛来祈祷，求主会当看顾所有事工的推动，拢有你的同在甲满满的祝福。啊，求你看顾投入这事工服侍的团队，互每一个人知影，阮咧追求的毋是敢看偌济人来参加，爱看重的是这个事工的推动，是毋是有甲主你相连结？是毋是有主将主你对世间人的疼放伫内面？阮每一个人亲手领受对你来的恩典，愿意一生跟过你。富强教会所有会友对传福音的使命，大家有一个共同的意向，无分彼此，同心合一来奉献家己的时间甲文书。啊，求主祝福阮富强教会，继续伫这个城市会当影响偌济人，帮助偌济人，继续为你的国度来奉献。主啊，你是阮性命瓦靠，你是阮一生的盼望。阮在一届伫你的宝座前，献上阮的祈祷，拢是奉靠耶稣基督名求，阿门。上主旨意是正伫地，愿主旨意是正伫地，愿主旨意是正伫地。愿主旨意正伫地，愿主旨意正伫地。这是咱来讲授上帝的话。本周的圣经节记载伫两位，第一位圣经节记载伫罗马书12章第1节甲第2节。所以兄弟姊妹，因为上帝的怜悯，我肯定将家己的身躯献予上帝做活我的祭，是圣洁伊所欢喜的。这是恁合意的敬拜，毋通互世俗同化，颠倒互上帝甲恁改造，心智得到更新，互恁通辨别什么是上帝所欢喜的，看做好，佮完全的旨意。第二位圣经节记载伫腓立比书第2章15到18节，就点伫因中间发光，亲像光咧照世间，来坚守活命的信息，互我伫基督的日通夸口，讲家己无空空奔波，无空空劳苦。
我若着用家己的血做奠酒祭，咱以恁的信心所献的祭物，我嘛欢喜，嘛要甲恁做伙欢喜。相款，恁嘛着欢喜，甲我分享欢喜。接下来用华语，我们一起来念这2段的经文。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哪是理所当然？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第2段经文，因为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像生命的道表显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里，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浇灌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献诗，圣歌队献诗，他们本周献诗的曲目是为了主的荣耀。献诗完，由牧师讲道，讲道的题目是生命侍奉，最美献祭。我
利路亚，感谢主，感谢主。谢我哋操咱唱这首诗歌，为着应邀主来活，愿上帝恩典，甲咱这大家三合地地。我们今天呢是联合礼拜所以呢有台语的、华语堂的，大家一起聚集在一起。我们先给隔壁你如果习惯说华语，就是说愿你平安；台语也讲愿你平安，好不好？我们给隔壁祝福一下。咱真感谢主咱福阳教会有一个特别的特色，一般的长老教会无一定有啦，就是咱每一年拢有举行中级的改选，选举看起来是一个足平常的事，但是若要办理都爱足有经验，做了才会顺序有的教会拢是用4冬一任来定新选举伊的迄个选举的规模就足大，比如讲爱7个长老，还是讲10个长老，都爱一摆选10个。执事有的教会若较规模较大，爱选20个执事，都爱用足侪头脑甲精神。但是上帝互咱福阳教有一个特别的，这嘛是咱美好的传统甲这个产业就是咱逐年选。虽然开始有较无用小可，毋过对咱颠倒是较好。伊安怎讲？但每一年伫咧中级选举的时阵，就是一种重新激励的大会，一种鼓励弟兄姐妹服侍神，用神的心意来服侍他，回应他的呼召所以等于每一次选举，我们就是重新激励一次。愿神亲自保守我们今天，我们前面一起分享神的话语，得到激励，也在后面我们一起要选举，也能很顺利的完成。我们在分享前，我们先来祷告。起来，主上帝，感谢你恩待阮、祝福阮，互阮领受你对天顶来的祝福，满满的恩典赏赐互阮。主啊，阮这时阵要领受你的话语，愿上帝你圣神亲自感动阮，互阮所领受的有上帝你的听伫阮中间。起来，父神，我们两堂联合在一起，不只是为了见证在主里面合一。虽然语言不一定一样，但是我们的心意是相同的。我们领受主的恩典的渴望也是相同的。愿神透过不同的语言来激励我们，来扶持我们，来启示我们。愿神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通过这个中级选举，牧师要跟咱分享一个主题，叫做生命侍奉最美献祭。当然，这个主题就是对咱拄则所读的第一段圣经再来，咱足熟悉罗马书的12章第1节到第2节。咱拢知影，咱的组织做会，若不是上帝伊的呼召，我们会在这边一个群体聚集在一起。若不是耶稣基督宝血的救赎、生命恩典的呼召，我们不可能在一起。所以，一个基督徒团体，他如果没有从他们服侍神的那种献祭开始，我们就不能看到底这个团体跟主耶稣的救恩有什么关系。那保罗呢，在勉励罗马书罗马教会，他用一个最重要的起始点，就是跟他们勉励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是安尼讲，咱基督徒受呼召来到这个团体，有领受真多的关怀、祝福、带导，也是牧养。但是最终就是咱在思考，咱上界水的服侍是甚么服侍？就是对生命的献祭来做开始。所以，咱通分段对罗马书12章1节，保罗伫罗马书内底互咱的学习，咱就知影讲这款生命的服侍，生命的侍奉到底是甚么？互咱较清楚。
头一句伊讲，我用上帝慈悲劝恁，上帝慈悲。那按你讲起来是讲，他不是说用上帝的威严来命令你，那上帝说我已经为你付出那么多，你不得不来回报我，或是用上帝用他绝对的权威来辖制你，不是？他说以上帝的慈悲，换句话说，我们每一个能够领受这个呼召的人，你就是因为被上帝的爱、被上帝的慈悲所感动，因为这样你愿意服侍他。所以这个就跟一般的我们知道人的团体一定要有一种人力的付出嘛，一个团队或是一个社团或是一个公司行号，甚至一个国家，人才是最重要的。但是他呼召的模式不一定一样。基督徒是因为被神的慈悲所感动，用那种完全没有计较世上的物质价值的来回应神。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这样确认说，上帝的呼召不是因为出于你的责任或是出于你的身份形象，而是完全出于上帝的怜悯跟慈爱。因为爱呼召我，就是愿意付出。我们知道这个爱的呼召真的很奇妙，要讲非常非常的深远。我们知道做父母亲的无怨无悔为儿女付出是什么意思？当父母亲看到一个儿女不听话，或是好像常常忤逆他，爸母若生气起来，拢会讲一句话，你敢知？讲啥？我是欠你我是欠你那这句话有点意思说，其实我不用做这一切啊，但是我为什么要为你做？养你那么大，你又不听话没得教我的意思，我是欠你但是讲蒙讲，他还是付出啊，那就是爱，爱能够遮掩一切的过错。神呼召我们也是这样子，因为他无限的爱，所以我也愿意尽我的能力付出，来接受神的呼召。那所以这个奉献，它不是一个交换。我们知道在世上，包括其他的宗教，他们都有一种交换式的，说神啊，你跟我保佑什么，让我得到什么，我再回馈给你。所以我们看到一般的寺庙很多金牌，对不对？那些金牌是交易来的，是交换来的。基督徒有时候我们也难免会有这种心情了就是被社会的价值观所影响。但记得，我们奉献、我们服侍，不是为了交换，而是因为上帝藉由他的独生子主耶稣为我们死。他为我们牺牲了，所以我愿意为他而活。为我不付出了，我愿意用我的生命来见证他所带给我的生命，那就是很奇妙所以咱知影讲现代社会头路大家在看讲我的薪水报酬是好歹我到底有什么回馈？我愿意做那么多，对不对？我们就有讲说人力市场。哇，那个是很精确的啦。那些猎头公司就很厉害，要看看这个人的才能多少，他价值多少，那个就是斤斤计较的但是基督徒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是因为我被他主耶稣的生命来救赎了，所以我愿意为他而活。当然我有我的软弱，我有我的不足，但是你的心意就是愿意尽一切。那我们可以看到圣经里面记载一个故事，就是玛利亚，她用真拿达香膏来抹主那她的门徒就一直在见怪说：哇，花那么多钱买那个拿达香膏，去救济穷人不是多好吗？干嘛都把它打破了，都全部倒出来了，要来抹耶稣？因为他的门徒只是看那个香膏的价值，但是玛利亚认为他的生命重新得救赎，再10罐100罐的香膏都不能
来交换他所得着的救赎跟赦免，所以他因为被神的救赎所感动，那就是基督徒献身服侍神的一个最高的宗旨，或是一个最高的一个目标。第二段，他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就是奇妙了，是活祭，那表示不是死的。所以你将你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以身体生命做活祭，这个就是全人的敬拜。因为他后面的经文说，这个是你们最好的敬拜。换句说，我们要敬拜上帝，用什么来敬拜？我们可以唱很好的诗歌，一个很美好、很棒的一个剧集哈。但是最美好的，就是因为你全人的献上。上个礼拜呢，我们我们的新楼医院的献物小组在楼下举办我们这个献物小组的聚会。那我们当中有一位同工在分享，他是在分享祷告了哈。不过他做了一个很好的图卡，就是说我们台湾不是有这种习俗，就是抬地公抬地公，其实大地公愈大只愈好，感觉讲这个来献给因的神是最有诚意的最得祝福的但是迄只地公已经抬了抬好摆伫遐当然装饰了安尼美美的，但是呢，他的嘴巴塞了一颗柑迄只迄个低的嘴甲放一粒柑安尼听讲民间的习俗讲。你甘愿啦，甘愿就对啦。迄只猪甘愿死安尼伊就讲我唔甘愿嘛，无法度，互你掠去你搁硬硬甲我踢一粒柑讲叫我甘愿安尼。那这个是在显示上说一般普罗大众呢，他们在献祭的观念，他认为有这一只大猪公帮我献祭了，我一切的灾祸或是一切的难处都被他抵消了、消灾了，那我就会得到。但是这一只猪，他愿不愿意也不知道，用一颗柑来解决它。但是基督徒就不是这样子，因为保罗劝我们说，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活的祭不是像那只猪公死在那边而且他们那些拜完还要把它切开那个肉回去吃他们说那个祭的那个肉特别有益，应该不是营养，它特别有救赎的意思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思考献身旧约的祭是死的啦，新约的祭是活着的生命，是因为你愿意天天为主而活，因为为神摆上，所以活祭的意思。不是说把我的生命全部用完了、耗尽了。他说，生命就是活出一个真善美的生命，或是活出一个信望爱的生命，是活出一个为主而活的生命。那个生命就是最美好的献祭，是活的，不是死的。我们也一样，刚刚我们提到说保罗在告诉我们说这个是最美好的最美好的一个献祭，或是一个最美好的敬拜。那换句话说，真正的敬拜不只是台上的诗歌，不只是台上的仪式，而是我们真的在生命当中活出对主的顺服。神愿意把你摆在哪一个位置，你不是先考量自己的方不方便，考量自己有没有能力，考量自己是不是能够负荷，或者说这个胜任，而是说神愿意我这样做，有他美好的心意，我就顺服，我愿意试试看。保罗在腓立比书2章17节，刚刚我们读的经文里面有一句话说：“我为你们的信心被浇奠。”保罗在勉励腓立比教会，他台语是讲，就伫因中间发光，亲像光在照世间。伊鼓励这些会友信徒讲：你要发光，发光就是显现出神在你身上
那个生命的作为啦。而且他说，有坚守属活命的信息，那个生命的信息要坚守它，让这个信息在你生命当中见证出来。讲，互我伫基督的日通夸口，讲家己无空空奔波，无空空着活。换句话说，保罗希望这些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他能活出这个生命，在他们中间来发光，把生命的信息活出一个美好的见证，而不是口中所说的。所以他才用这句话勉励说：我若着用家己的火做点酒点酒祭，点酒祭啦吼，蓝伫恁的信心所显的这面，我蛮欢喜。换句话说，保罗愿意用他的生命一切来配搭他们这一群愿意为主所摆上的，他愿意甘愿，就是一个互相配对的。保罗说愿意为你们做任何一切，是因为你们也愿意在神面前。他说我们要一起高兴，一起欢喜哈。那这一段是华语的经文哈，是用和合本。他说：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若被浇奠在其上，也是喜乐。换句话说，因为有这一群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用信心来献上，所以他觉得我配搭在上面是非常非常适切的。意思说，我们为你付出的一切是有价值的。弟兄姐妹，第3段他这样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换句话说，这个世界它有既定的运转的理念，但是基督徒不一定要按照这个世界的继承的约定，或是习惯，或是已经被制约来的那个价值观。他说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声音更新的变化的意思，不是说我都黑白想啦，我凊彩做啦，这世间做啥，我就调工做无同款的，不是这个意思啦。也讲意思讲，我的心意更新变化，是因为愿意被神所塑造。所以很多当长职的，很多在教会里面来服侍神的，我们在9月初，我们举办了一个服侍同工的激励大会，哇！一呼召好几百位，大家有一个共同的想法，就是说，我被派在这个岗位，我被派在这个服侍单位，或是我派在这个小组，或是我担任长职，是因为我存着一个开放、谦卑、顺服的心，神愿意塑造我，成为这个方面的服侍的专业。我在教指数学，我在唱圣歌队，我在做敬拜赞美，我在操作机器，这些是因为愿意被神所塑造，而不是挑三拣四，觉得哪一个比较轻省，哪一个比较合我的利益，不是，因为你被神摆上。所以有人也许他在这个方面也服侍，在另外一个方面也被神塑造。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基督徒的献身一个关键点是，上帝在关心的不只是你做了什么，当然有做了很多美好的服事是神所悦纳的，但是他更愿意你成为谁。成为谁的意思是说，我愿意把我的生命活出主耶稣要我的样式。你有没有在这个服事当中感动人说，如果是这样，我也要来接受主耶稣？你有把你的服事变成一个福音的价值吗？你有把你的侍奉看见福音的真理传播吗？所以意思是说，你做了很多，但是曾经有人就会在服事上会跌倒，他会讲一句，大家拢足爱听，足爱拄到的话，讲做流汗互人安怎嫌到流汗，就是这个谁都会碰到嘛。因为你又不是为了钱来做，当然被嫌你会觉得不甘愿。但是为了主，我愿意活出主耶稣的样式。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不是最大的一个嫌吗？被人家嫌弃吗？被人家
钉在十字架上吗？保罗不是在很多服事的岗位就苦难比遇到的顺境还多吧？所以基督徒因为顺服了，因为领受了主的恩典了，心意更新变化了，所以成为主耶稣恩典的样式，成为主耶稣恩典的样式。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个世界这个服事都是比较注重成果啦，比如说量化我这个业绩要做多少我明年的成长率要多几%。但是上帝的服事是注重转化。转化的意思是说，你有没有将你的服事看见生命的改变、生命的提升，或是使人因为这样来信主？这个也是我们这几年我们推动的幸福小组大家忙得不亦乐乎每一次要筹备一个幸福小组，不是那么简单的事了。一群人从无到有，把它促成了，有的是几次的福音茶会，有的是7、8次的一个幸福小组。那个无非不是好像你做那个打空气的事做那个好像没有回收的事，不是现在你也看见那个转化的价值，看见灵魂被得救收割，那一种超越世上的成果的价值，是因为生命被转变。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更新的心使服事不会厌倦，也不孤单。你做一个长子，你做一个服事同工小组或是服事团队，如果你不是被神来更新你的心，你有一天会疲乏，会耗尽。我们说 burn out， 就是说都烧掉了，没力气了，或是甚至埋怨神。连以赛亚，连那个先知他们在服事神的时候，都常常会遇到这种极限那以利亚传承给以利沙，他不是完全说我是一个完美的人才传承他也曾经经历过许多的挫折。弟兄姐妹，因为被神更新，是被圣灵所更新，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借由灵修，借由参加激励的聚会，从压力变成荣耀？我们常常会唱那首诗歌，葡萄要入榨，橄榄要压碎。这个他讲那个意思是说，你被历练了，你被操练了，心中有很多的愁苦，但是它最后会变成荣耀。我们也常常讲说，眼泪要变成珍珠，眼泪要变成珍珠，这是什么意思呢？天下没有不劳而获的事，而是因为你付出了，有人生命得救了。昨天我听我们的密侦小组在做见证的时候，我们有一弟兄他讲说，我就是因为听到某某弟兄做见证，他就说，那我决定要信主了，我决定要受洗了。那是多么奇妙的事！是因为神会借由某一个人的话，或是每一个人的生命见证，然后点出一个新的生命，那是多么奇妙的事！但是你不付出，你不更新，那就会枯干。弟兄姐妹，第4点是说，查验何为上帝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意思是，咱要服侍上帝你有足多想法，对吧？比如讲，我音乐袂歹，我想要来做音乐。我做这样代志，一定上帝最欢喜的。但上帝讲，这个唔免你做，你去做迄。你感觉讲，敢对啊？上帝，你敢会看唔对去安尼有时候我们会碰到这种事情你觉得我在这个岗位做得很舒服，或是做得很有成就感，但是神说，来，这个唔免做，叫你去做别位。你也讲上帝，你是看唔对去但是神的心意可能是这样子你在这方面已经有十足的恩典了，你要这个恩典让给新的人去学习、去侍奉、去操练、去见证。你恩典已经足够，来，你在新的一个领域来服侍神，那神的看见跟你的看见会不一样。
所以我们说要查验何为上帝善良、纯全、可喜的旨意，是因为合神心意才是最好的侍奉。有真多来做牧师的人，伊拢会做伊的生命见证像夏牧师，我是从年轻就开始服侍没有做其他职业但是曾经有人他在世上很多不同的行业是做得非常非常的风光很显眼的，不是说他做不来了嘞。但突然间上帝说你来当牧师来服侍，全职服侍我，他会讲说，我当一个长老跟执事就好我也可以在我的岗位上服侍你，按神说你来这边。换句话说，每一个人在神的眼光看来，你觉得这个位置是理所当然的，但神说还有更当然的，这个够不错，来这个更好。那就是我们要查验神美好的心意了所以真正最美的侍奉不是舞台有多大，而是你有没有合上帝心意的顺服。我们看见耶稣做了一个见证他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主耶稣在面对挑战跟试验或是试探的时候，他知道世间一切的诱惑可能在眼睛看来是无法抵挡的，但是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弟兄姐妹，等一下我们要进行会员和会，牧师要与大家一起勉励说，长老跟执事就是生命的献祭。就像保罗自己所讲的，他是一个用生命当作活祭来侍奉神的。我们长老教会的平信徒圣职的架构，长老教会这个体制上，一个属灵的位分的基础就是长老跟执事的职分。意思说，全世界所有的长老教会就是有这两个架构，一个是长老小会，一个是长执会执事，是全部遵从长老教会规矩的，就是这样子做所以呢，我们的长老跟执事就是长老教会建构教会实践福音使命的根基。意思说，你这间教会也可以一大群聚集在一起高兴喜乐唱歌感谢主传福音但是圣职的架构是因为长老教会我们的前辈，这些前辈他们认为长老跟执事就是让一个教会能够稳定的最主要的架构。那已经实施了500年了那我们感谢主了富强教会得主的恩典，在长职的服事架构上增添了2个有力的翅膀，叫做双翼双翼的翅膀。什么翅膀？大家都知道。我们在长职的一个基础架构里面，我们生出了一个牧养羊群的区长跟小组长的服事。另外一个我们也知道，就是很多的团队叫做属灵恩赐侍奉的服事团队。那是我们富强教会在这一群同工在服事神的一个经历上，或是在学习上，知道说长职是一个好像母船一样。在远洋渔船有一种船叫母船，母船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船里面具备各样的装备，然后到一个渔场的时候，他要派出船出去抓鱼，比如说抓那个鱿鱼，或是抓尾鱼，或是抓很多在海洋珍贵的这些鱼类，他要派出小船，然后派出去，然后捕获了，或是放下网，或是放下那个垂钓，然后就回到母船。我们富强教会有这样神给我们的看见，我们在长职的一个 space 上面建构了2只会飞的牧养的架构，跟服事属灵恩赐的架构。传统的长老教会，特别是中小型的教会，就是以牧师来当一个核心来 call
哪要做工啊，就长老、执事一人一个位置，一个萝卜一个坑啊，派完了，那就开始了。但是我们互相教会得神的恩典，在经过这20几年的转化，神让我们看见在这方面有初步的成果。但是长子本身，它不只是一个名位、一个称呼，而是因为他们这一群长子愿意在牧养上面，愿意在属灵恩赐的上面，也都参与。我说这个不是2套架构啊，恁中级伫遐，啊，阮伫遮，不是，是中级来靠这个双翼牧养的、服侍的，一起兴起神的国。所以换句话说，长子他一个名称是长老或是执事，但是他实际是从牧养跟恩赐上面去呈现他这个位分，他的长老的位分，他的执事的位分。这个是很奇妙的，所以我们在明年庆祝50几年的时候，我们也觉得在这几年当中，我们得到一些恩典，我们希望藉由这样来分享给众教会，不是我们有多厉害，而是说我们得恩典这个恩典无分享给别人家己安尼家己独享也不好，这是个意思所以我们弟兄姐妹一起分享说，自己长子的职分是活祭，是上帝所喜悦的。上帝不求你的能力，他要求的是你全人献上的生命。那你说有能力是更好啊，但是有一些看起来没有明显的能力，但是他的生命让人家感动啊。以早咱台湾基督教会真侪伫庄脚的老姊妹还是老兄弟，你讲伊圣经读几摆读无啊？伊唔捌字啊，但是伊做的工就互人感动啊。因为用生命在活出那个见证，活出那个服事。所以当我们的生命摆上的时候，就是我的生命整个全人已经在神的恩典里面了。所以呢，这个服事就不是负担，不是好像累赘，好像额外的多加来的，因为那个是最美的敬拜，就是把你的身份、把你的生命一起摆上。感谢主，弟兄姐妹，我们将长子的职分活出生命的献祭，看成是一个最美好的侍奉。我要鼓励或是祝福我们要今天要受选的长老跟执事。我们是说，长子的服事是迈向属灵生命成熟的途径，是赢得奖赏的教练场。我们通常在教会这一个属灵的团体里面，最常碰到的一个感受的是讲，牧师莫叫我做长老，莫叫我做执事啦，你叫我做啥我拢做。捌听过这句无？你拢叫我你莫叫我做长老，莫叫我做事，你要叫我啥我拢做。我若讲我就是要叫你做长老、做执事，你要安怎？你唔是讲叫你要做，你拢要做吗？我们常常会有一种自我的设限，因为我们知道长老跟执事是话无心呐，话无心。我若无做无这个身份，我要做啥欢喜就好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说，长老执事不是一个闲缺啦，是讲一个在高高在上那个我们说薪水很高的职位不是。但是我是说，长老跟执事在属灵的这个路程上，你可能会遇到很多挑战，或是有人不顺服，或是有人不愿意接受你的领导，嘿，微博心。但是我们也认为说，你不经过这样的历练，你的生命就不会成长。换句话说，基督的团体就是人的聚集嘛，还包括接触很多慕道友嘛。你把人跟人的互动的接触这个挑战你不愿意接受，那你怎么成长？我们是把它放到一个密闭空间或是一个真空的空间，那做最安全的都没事了。是因为长老跟执事就是要被神所操练，去爱那个不完全的生命，去服侍那个还不了解信仰、不了解福音的人，那个才是长子的功能啊。那个也因为你这样会遇到一些
磨练嘛，一些苦难。所以我说，参与长子的服事，不只是那些职务上的负担呢，我觉得是生命的操练，是成熟的关键。所以我们当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说，担任长职不是为了什么名声跟地位，而是因为我要被神恩典所浇灌。因为你在这个职位上，神就会加添他应有的能力给你。你说我不用不用说神，那我也不用给你因为你不需要嘛。最后牧师要一起勉励的是说，我们迎接50禧年的关键，是因为明年我们要迎接50禧年了。我们今年在选举的时候特别强调说，我们是不是要能够有新世代的执事能够参与到这个服事当中，因为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变化很大的 AI 的浪潮来了。我们这一群以为我们能够跟上时代的人，其实都跟不上，你知道吗？因为时代变化的太快太快了。我们希望有一群新世代的年轻人参与在里面。我最近看了一个资料很有趣，他在分析说，从1928年到现在，有很多世代被冠上一个名称有趣可以参考。他说1928到1945 1945今年几岁啊民国24年大概90岁了这一群人是沉默世代，因为那个在战争在民初的时代1946到1964就是牧师这个时代，是战后的世代，叫做婴儿潮的世代现在都接近退休，已经退休的这一群人，在台湾是慢慢要下舞台的这一群人。那第三个世代，1965到1980年是叫做 X 世代X 世代。然后现在慢慢进入电脑世代了，1981到1996叫做千禧年的世代 Y 世代，1997到2012叫做Z 世代 ，Z AXYZ 的 Z 他说这个叫做数位原住民叫做数位原住民。然后2013到2024就是最近这10几年来出生的这一群人，他们叫阿尔法世代，又把它跑到 A 啦，那个 Z 是最后了，对不对？又跑到 A 来了。那他说这个就是 AI 原住民。也换句话说，我们这个你们连现在生下来这些小朋友，或是现在刚刚是国小毕业这一群到国中现在接下来今年开始了，2025到2039就是 AI 世代，叫贝塔世代。他说贝塔是接 A 阿尔法，就是我们希腊文的字母嘛 ，A B 来接 A。他说这个由拉丁字母转向希腊字母，象征人类历史新时代的开端。真的，我们要祝福我们富强教会，我们真的要看见说，这个时代是没有办法重来的，或者是说回到过去，那只有勇敢向前。最近不是我们台湾有一个很大的政党很大的政党他们选出新的主席啦他的喊出来口号就是说要世代要交替没想到上个礼拜发布的他的重要干部哇，一个70几岁，一个78岁，他说总数要100多岁他就当然在评论，他说哇，你要世代交替不简单，你看还是要老的出来我们不是看好玩的我们现在想说富强教会安尼要安怎？富强教会讲要世代交替到尾少年拢徛伫边仔咧看。AI 世代，我们不得不接受。那这群 AI 世代的年轻人，或是刚刚我们讲这个 Z 世代的人，他们的想法是什么？已经不是我们长辈的人可以想到的。我们要让他们有一个舞台，或是让他们有一个发展出他们理想的地方。我们陪伴他们，而不是说不对不起，你们还那么年轻，教不出来不教
然后在这群老的再继续做。所以我们这是我们的理念，让50几年之后，一群年轻的新时代领袖，跟这一群已经有经验在服侍神的这一群资深的同工一起努力，大家彼此学习，彼此帮扶。愿神赐福我们今天的选举。我们看见第一堂、第二堂，大家齐聚一堂，心中的感动很激励。我们一年大概有几次是联合礼拜的，我们也期待这样的同心合一是神所乐意的，而且是神所喜爱的，而且我们要一起面向新的一年度50几年重大的圣工的转折，不只是服事的转折，而且是一个教会成长的转折。我们要一起来祷告唱回应诗歌之后，我们就要开始进行我们的这一个会员合会。我们也请同工开始来做预备。我们现在做祷告。亲爱的主管的上帝，感谢你，生命的侍奉名称真好听，总是无简单。因为阮有软弱，阮有家己的想法，有阮的需要，但是主你爱阮讲将生命献上，做活者，专心服侍你，蒙主的欢喜。因为这是上好的敬拜。主啊，帮助阮敬拜，不是只干那限制的仪式。我们敬拜神是我们生命的摆上，我们生命活出主耶稣喜爱的样式，就是最美好的敬拜。而且不只限制在一个空间，而是在整个我们的人生的生活里，我们的市农工商，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的生命的日常。神啊，我们要选出新的长老跟执事，我们求你赐福他们，让他们也是一个生命的服事，生命的侍奉，因为这个是最美好的献祭。愿神带领我们一起透过选举最民主的方式，选出神合用的器皿，愿你一起同工，迈向50几年。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咱们来唱一条大家最爱唱的诗歌吼。我看到伊有台语的歌词啦吼，嘛有国语的歌词，我们各唱一遍好不好？咱先来唱台语的吼，先来唱台。咱有同工可以拿麦克风来一起唱哈。咱一遍台语，一遍国语的，我们等下准备要奉献，然后进行下面的内容。先经常做活者，做出圣洁宝贵的器具，你丰富稳定为长久我盼望，让我听出来英雄我大归来，也去享受我的你我主，全心全心拢予你耶稣。一生一世活出荣耀的模样，勇敢无所差的标杆高照。面对耶稣，我的主，我爱你耶稣。面对耶稣，我的主，我爱你耶稣。来唱一次华语的。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做出圣洁贵重的器皿，做父恩惠必从主浇灌我，使人欢喜充满他能力，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生命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跟随耶稣，爱我的主，我爱你耶稣，跟随耶稣，爱我的
路亚！因为我们爱耶稣，我们就愿意跟随。愿神赐福我们接下来所有进行的会员和会，我们先来做奉献报告，然后再来进行。我们也同工预备，我们将时间交给我们的师会。这时候我们来一起奉献。会众请起立，来做奉献的时光。请坐。这是咱来背本月经句，离周报上尾仔页，按用台语甲华语做伙读一解。谢感谢上主，因为至善伊的主爱永远存续。诗篇136篇第1节，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为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诗篇136篇1节，这是来报告，按献开周报第2页，后礼拜的书会是杨胜吉执事，其他学师同工按来看这张学师表。按来献开周报的第4页，集体交通的部分。本日是按会员的临时和会，嘛要为着中职改选。请大家等一下来参悟。特别报告，选举了，按有会友遮拢有中昼拢有便当，按中嘛会做一道领便当人数的这个点名的部分吼，所以大家请注意，你要举手希望会当参加到最后，安尼坐伫座位遮，安尼中节来分这个便当。另外，就是今仔日新当选的2位长老甲咱小会员离选举了嘛，希望离安尼2楼的会室，安尼做一个权衡的这个部分的会议，请大家特别注意。第2点，本会伫11月23有感恩节的红会主日，我们特别为了我们教会50喜年的这样的事工，有一个感恩节庆的一个奉献。请大家特别注意。第3点，代祷团
荣耀丰收的禁食祷告吼，嘛为着咱的教会事工来做为代祷，对11月9号到29号，会当伫1楼的公报那遮登记，为着咱教会遮福音的事工来代祷。第4点，按本会第8期幸福小组甲福音茶会的第3个时辰，我们在11月30有按第2场的福音主日的名人讲座，按照邀请到雅各科技公司的杨立先董事长，针对伊的主题是恩典人生，按照为着按做者幸福小组再来继续来关心。第5点，按伫12月14主日举行按的欢庆主日，按的圣餐甲洗礼式，所以嘛邀请遮老新朋友报名受洗这个部分，来向按1楼的办公室的干事来报名12月14，希望大家有备心来参与12月14的这个圣餐甲受洗。第6点，按看第5页，12月7号有按的年度事工的研讨会，伫下晡1点半，伫按3楼的副堂来举行年度事工研讨会，请团长也是各团体的这个首长按伫12月23，爱将按的预算，佮按的报告交小王干事请大家注意这个交报告的时间。第7点，按11月22号拜六，由按教育中心即马1楼、2楼的规个施工的即将完工为着互按以后咧使用都较清洁。都有一个好的环境按伫11月22号，按咧做一个大扫除，按今早上按的地下室嘛，看到真侪按的会友兄弟姊妹做伙来参与这个环境会讲比较较清气，嘛感谢按的总务团队为着这个事工来筹划第8点，11月16按有举办按的54年的系列活动羽球的联谊会第9点，按等者有按的庆生会。第10点就是按手抄路加福音的抄写活动，你有订这个抄写手册的，嘛向按办公室来遮做索取以上请牧师做一个补充报告。因为咱下面有真侪这个程序要进行，牧师就无特别补充啦只有要甲咱做一个邀请邀请的意思就是讲，咱周报内底有特别讲起到2项，一项是11月23，在2个礼拜后是我们的感恩节那每一个教会在感恩节的时候，就是鼓励弟兄姐妹为了今年蒙神的恩典来做奉献。那刚好这2、3年呢，我们要迎接50喜年，那我们就会更加强来呼吁弟兄姐妹预备心祷告，说神啊，我得到的恩典，我要在今年的感恩节特别为着50喜年的事工，我们有建设的事工、改装的事工，刚刚也有讲到，我们23号要落成还有我们的很多活动要推行有一些经费，愿神让我们摆上这个做奉献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荣耀丰收是为了生命的收割灵魂的收割，所以我们期待这个礼拜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在楼下楼卡还有一个荣耀丰收的这一个空栏里面，你要礼拜1、礼拜2、礼拜3，反正每一天每一个礼拜选一个中午午餐来进价，为了灵魂得救来祷告所以请踊跃在楼下签名有人想说干脆谢牧师跟我讲你规个中昼拢卖吃拄好，损他较散呢也可以趁着这个机会稍微减食也不错签名，然后在礼拜这中午的时候可以进食祷告当然至少1次啦。我希望弟兄姐妹大家都有机会参与，可能有人习惯中午他轻食不吃，
所以他就可以每一天都参与呀，也可以参加一次，至少一次，好不好？至少弟兄姐妹你参加一次哈。好，第三个邀请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12月14号要举行洗礼。那我们现在有2个模式，一个是透过福音茶会、幸福茶会、幸福小组所呼召来的，因为他们是先在小组里面还对教会不熟，所以需要我们的小组长、幸福辅长或是茶会的这个署长先陪伴他们做一些简单的真理的学习，然后在2个礼拜，就是受洗前2个礼拜来加入教会的一个学道班哈。那一般的会友，比如说我已经在教会很久啊哈，我决志要洗礼啊，你就可以直接报名哈，报名在我们的名单里面，或是有人要做儿童洗礼、小儿洗礼、坚信礼或是信仰告白，请大家及早报名，这样我们才能够统计人数哈。期待我们今年也是一个丰收的季节，被神所赐福恩典的聚集哈。好，那其他的报告，我们刚刚我们的同工已经报告完了哈。那最后一个简单的提醒就是，我们在上个礼拜大家推动那个路加福音的抄写，哇，一登记70-80份呢，还有人今年要领，所以快要90份了。我们鼓励他们能够突破100份哈。你可以参加2个时段，一个是参加公报社的抽奖就在圣诞节要完成要交卷，等它抄完是路加福音。如果要参加教会的部分，我们不要那么赶，我们在明年的228才收卷。所以你至少有2个时段可以做选择。你若抄了紧，12月25就甲交代。若讲抄袂赴慢慢写目睭会黄的，有年纪有的就写到2月28，交来咱拢会送小礼物会这个，而且这个250块会退回给你，你老写好完成而且你要登记的话，最好在这个礼拜，因为11月7号他送的那支笔就截止了。既然你若个买会使买，但是无笔所以若买赶紧登记落写会了袂了，拍拼看卖就知嘛希望能够突破100份这样子。好，现在马上要预备了，我们要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召开临时会员和会。我先做一个简单的说明，就会预备开始了。第一个阶段，我们要先点名，点出今天参加的会员我们都在电子档有会员名单长老手上有。你如果是本来放在不可抗力，今天有来参加的，等一下会清点那在选举前，我要再做一次简单的介绍我们今天要候选的长老跟执事名单，也请同工开始做预备。好，来，这张图就是咱丢落的候选人，我们长老候选人1号、2号、3号、4号有4位，4位的名单也放在周报的最后面，4位，要选几位选几位选2名你看最认真的人跑到前面来了他们要来投票这边还有空位置，咱楼顶若讲你来楼骹较紧领到票你咱刷落来楼骹坐安尼等一下有一些杂物再报告啦第1号王卫鹏，2号陈秋怡，3号胡泽荣，4号李宗杰。等一下我们选举的时候选出2名那执事改选青年组就是40岁以下有7位那个一般组也有7位我一个一个念名单。1号是王建伟，2号是金晋吉，3号是洪佩仪，4号是李文文，5号是林继平，6号是许立传，7号张月琪，过来是40岁以上组韩启智11号，12号陈树文，13号黄晓蜜，14号李宗杰，15号胡泽荣，16号陈前和，合场的和17号王俊仁，拢14位，请问要选几位？7个不能超过，超过就废票了。好，我们要进行选举之前有很多事务要进行，但是有一个今年选举一个重大的改革
好，长老是没问题，长老就按照你选出2位就对了。但是执事呢，这个是长老选举的模式啦哈。执事我们要请，我们那个是不是那个长老是现在讲还是选举完？长老选完再讲哈。啊？好，等一下再讲哈，再说明我们再请执事说明哈。我们执事选举再怎么说明哈？这个是执事选举的选票。好，那大概这个报告到现在开始，我们现在准备要先做点名的动作。那前面还有很多空位，请大家不要客气哈，坐到前面来，就把它坐满。手上有没有笔？有笔不？没笔的人举手。没笔的来，你可以举一个，咱有长执会拿笔借你借你来使用。好，请就定位了哦。第一，我们邀请你会籍不在富强教会，免客气，免登去，不用回家，留在这边来参观我们民主的选举真的是民主的选举。所以呢，我们欢迎不是会籍的不用回去不用离开。等一下我们还要算一次人数多少，要买便当要过便当。好，现在我们要先来确定人数了好不好？我们先确定人数我们长老准备好了吗？做定位才能点名哦。先不要动了，来，先不要动了。大家照位置，因为要举手你再走来走去，人数就算不准了。长老就定位了我们有一区一区有人点名，然后把你的人数用大声来报告给我们的长老就是我们的我们的书记长老。我们请那个荣泰长老讲一下。好，我们今天我